来继续是业界的消息，来看小猪罗志祥，昨日台北的小巨蛋举办第2场的演唱会。昨嘛是44岁生日，伊的妈妈甲现场的歌迷甲伊做伙来过生日，结果小猪伫台顶哭了。伊嘛讲到当初迄个毁灭性的野料，伊讲迄是伊家己甲代志舞甲如苍苍。伊嘛感谢经纪人的帮忙，伊讲伊成功的秘诀就是厚面皮，唔惊见笑。 唱歌跳舞，这是小猪罗志祥是溜溜的舞台，虽然过去无好新闻，变甲真七分。小猪规气拍伫咧山顶档的舞台顶，和每一个观众伫咧真紧的距离交流。7月30日，若是第2场演唱会，嘛是小猪44岁生日，伊老母和观众拢记条条。 我惊蓝条条，互观众感动甲目屎流，佮用心制作告示牌，互小猪是看甲珠泪擦擦滴。凡事是情绪溢起来心肝头，伊主动讲到6年前毁灭性的野料，新人拢是家己舞的。佮讲家己要成功的要件，就是爱唔惊见笑，佮小人说大声喊3摆。不要害怕别人说你什么，失败学会就好，勇敢站起来才是最重要的。 记住我所说的一句话：坚持比努力可怕。全场的观众拢来给加油，台顶台卡是靠几片。罗志祥鞠躬5秒，嘛感谢经纪人无甲放弃。虽然捌一直咧冤家，不过伊真正甲小双当作是家己上好的亲人。小马，谢谢你，在前2年一直输我钱，让我有很多的生活费。你高尔夫球真的要加油。 别再输我了。2年外前为荧幕前彻底消息密起来，不过罗志祥无放弃，决定佮重新站起。除了支持到底，罗妈妈佮家人好朋友冇来到现场。上重要的是，大开观众是罗小天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